后来这个出门挂喙罨已经是全民的共识，但是喙罨挂一个久，迄个喙罨的锁啊，安尼磨，讲磨到有袂少人耳仔真疼。伫咧台中就有一个乡亲，伊来买一盒中国制的喙罨，两边的耳仔是互粗的喙罨锁啊，磨甲反人反种，佮磨甲这个耳仔的软骨膜来发炎，讲疼甲毋好讲。 两边耳仔红光光，整起来比一般耳仔大2倍，亲像猪耳仔同款。耳仔后壁还有真侪分只，这就是长时间挂品质无好的喙罨才会安尼。只有买到进口的口罩，看到这个表皮已经有一些破损，所以这个事实上就引起这个细菌的感染，影响到耳廓整个上面去了。医生讲，这个患者因为做工过关系，爱定定挂喙罨，想到买到中国做的喙罨，喙罨的锁啊伤过疗效，两边耳仔却磨甲红甲肿，还有空喙，结果细菌感染总发炎，可以听甲断袂掉。带子的压力就在耳廓上面，最上端是最厉害的。休息放下来以后，大概就缓解。如果说因为工作的关系不能够拿下来，它进一步的疼痛就会扩散开来。那甚至就是说，即使把带子拿下来了，还在痛。肺炎疫情传年外，挂喙罨挂到过敏的患者愈来愈多。口罩的那个绷带造成耳朵产生发炎的现象的比例也很高。那事实上累积到现在，应该至少在我诊所都有上百例的这样子的病人。即马大家拢会挂喙罨，喙罨材质好歹，嘛会直接影响到健康。口罩的系带材质对你接触不良的时候，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像接触性皮肤炎的话，那这一类也有可能会造成耳朵的发炎感染。 医生提醒，长时间挂喙罨的亲像医疗人员，钉喙罨的时，喙罨的锁啊爱选较顺、较软的，假使喙罨的锁收底，或者是亲像这种胶粒啊层较粗的，就莫挂伤久。若是耳仔因为挂喙罨挂甲真疼，建议使用这种竹片，较袂互锁啊直接去磨到耳仔，卖当避免红肿、佮发炎。